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英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主要是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们的磐石，就带领我们，让我们从黑暗走出光明的上帝。主要谢谢你，我们来敬拜你，赞美你。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英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英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英雄虽然有哭泣，英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哈利路亚！主啊，你是得胜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怜悯的神，你是医治我们的神，你是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敬拜你、赞美你的神。哈利路亚！我们将这首歌献上，成为我们的敬拜。哈利路亚！成为我们的赞美，赞美主。谢谢主，主啊，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更是我们的阿爸父。主啊，你不只是带领我们，你更是爱我们。主啊，圣经上说，你用无私的爱来爱我们。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那你爱天父吗？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是主，你的恩典就如同繁星一样多。主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主啊，你如此爱我们。主啊，我们要继续用这首歌来作为我们的感谢。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
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爱是有根有据的，是记载在主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在圣经中这么切实的、这么真实的记录下来，让我们每次觉得疑惑的时候，我们就得以用你的话语再次被你来激励。主，谢谢你告诉我们，2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1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们再一次来读神的话，说2个麻雀不是卖1分钱吗？若是我们的父不许，1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我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我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的价值在于神，在于神爱我们，在于神看重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吧，开口吧。如果你有在苦难的时候，你有在苦恼的时候，而神激励你说他无所不在，他就让你来依靠，就来吧，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所作为的一切，开口来数算神的恩典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来称谢你，因为主啊，你本为善，主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是的，主，谢谢你成为我们的依靠。主啊，我们愤怒的时候，主啊，你告诉我们，主啊，你要我们看见，主啊，看见你承担，主啊，你承担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的忠心，我们的良善，主，你是你所喜悦的，主啊，你要将那个力量加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除去一切的疲惫和烦愁，主恢复我们身心灵，主，我们满足于在主你的话语，满足于在主你的喜乐为喜乐。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要称谢你，主啊，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啊，我们要称谢你是万神之神，因为主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啊，我们要称谢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因为主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谢谢你。你应许那称谢你唯一是行大事的神的，因为主你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主，我们要来称谢你，你是那铺地在水面上，主啊，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即便我们落入在各种的困境中，各种的情绪，你知道我们这个礼拜有苦恼，有愤怒，有缺乏意义。我们所做的有意义吗？我们活着还有意义吗？我们祷告，参加祷告会，我们尽心在你面前还有意义吗？主啊，这一切谁在操纵，谁在操控呢？主啊，我们恐惧害怕。主，你用你的话语说，主，我们要起来称谢你，因为主，你要引领你自己的儿女们行走旷野的，主，你要引领我们走在那恩典的道路，因主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谢谢你，凡是有血有肉的，主啊，你要赐给我们粮食，这粮食不止身体，而是灵性的粮食。主啊，让我们不致缺乏，让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因为主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我们要称谢你，因为主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句神的话，我们必须一定要来读，就是今天在经文当中，世人以为
神是那看得见的。以为要有一个象征，没有，我们的神无所不在，是超越这一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读今天这个话语，把它谨记在我们心。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撒督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王对撒督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阿们。神的约柜就是神的同在。若我们在耶和华面前蒙恩啊，我们不管在什么职分上，我们只要一个身份，神的儿女的身份不要不见。我们若蒙神恩，他必使我们回来。我们要再见神的同在，而且到了新约，此时此刻他的同在是无所不在呀，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感谢那个与我们同在的神，好不好？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主，因为你的同在，以致我知道了，我知道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今天才在这里。”我今天才能在这里数算神的恩典，否则我就被我的情绪淹没了，或者我今天就不会来到这里，不会在线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跟神会遇，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的努力，是神找到我们，苦苦的找到我们，使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开口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是你的恩典。主，谢谢你。主啊，你用你的大能大力。主啊，是的，即便我们面对那个追杀我们的，我们即便是面对那个我们困难的，但主啊，你用大能大力。主啊，你伸出你的膀臂，因为主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啊，你将过去你的子民从埃及中拯救出来，因为主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啊，我们要称谢你。主啊，那个世界的分别，主啊，就是那红海的，主也不能淹没我们对你的信心，也不能淹没主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要数算你的恩典。主啊，过去的1个礼拜，或者是更久的时间，主啊，那个像埃及法老王一样追杀我们的，主啊，使我们要我们陷于那个苦楚，要陷于那个苦毒，要陷于我们与你远去的。主啊，你必要亲手伸出你的膀臂来。主，你要掌权。主，你要使一切那错乱的歪曲的，主啊，要因着你的圣名，使一切都能够归正。主啊，一切都在主你的旨意里，因为主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你用你大能的手，你伸出你的膀臂来。主啊，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使你的儿女们因着你的圣名，我们要走在义路上。谢谢你爱我们，使我们不陷在那个罪恶当中，不陷入在那个论断当中，使我们不陷入在那个情绪当中。主啊，愿主你来掌权。主啊，愿你的以你的心为心。谢谢你光照我们，使我们真知道知罪，使我们真知道主我们要敬畏你。谢谢你，谢谢你引领我们走义路，谢谢你用你的慈神爱所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香造我，深深认识我每一根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
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是的，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想要，我可想，上帝，我可想你，可想你，让我们经历更多。主啊，但是在我们要跟随上帝的道路上，好像什么东西卡住了我们，不论那是重担，那是压力，那不属神的话，主啊，那些不属神的那些重担，我们在今天都要交托给上帝。弟兄姐妹，是什么现在压着你喘不过气来？现在是什么东西让你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很用纯洁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在今天，就要开口，邀请弟兄姐妹来开口，在那现在卡住你们没有办法跟上帝连接的那件事，那件让你很喘不过气的事，那件让你看到人看到他你就害怕的事，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开口来祷告，将那心中的事来祷告。我们愿上帝来带领，来祷告。我放下自己，来到你座前，圣灵写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是的，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的心意，弟兄姐妹，若你愿意跟随上帝的心意，主啊，开口，邀请你们开口，大声来跟上帝说。与你同在，使我灵安息，心思和意念都属于你，倾听你声音。耶稣来亲自带领我生命，每个决定，每一个脚印都在基督里。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为你心意我愿意。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我愿意。我们再唱一次。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
献上这心灵，全是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你的话语是我生命，跟随你心意，我愿意。天父，你同在，使我灵安息，心思和意念都属于你，倾听你声音。耶稣来亲自带领我生命，每个决定，每一个脚印都在基督里。我们要开口来祷告。我们的父是我们的天父，不论我们是谁，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我们的天父要我们真实在灵里得安息。在我们天父面前，我们可能在职场上是一位总经理，是一位医师，我们可能在家庭当中是一位父亲，一位母亲，是儿女。当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就单单是他的儿女。他的心意是要我们来得着安息。所以约翰福音说，圣灵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不是去责备别人，而是自己因着圣灵的光照，自己责备自己。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耶稣在说这样话语。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主，我们的主要我们的灵得安息。我们再来唱一次这个主歌就好。天父你同在，使我灵安息。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都属于你，心思和意念都属于你，倾听你声音。耶稣来亲自带领我生命，每个决定，每一个脚印都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主的赦免，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单单来到主面前。这段经文由我来读，你可以闭着眼睛来听。押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希多弗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押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有人告诉大卫说，亚希多弗也在叛党之中，随从押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希多弗的计谋变为愚拙。谁能在神的面前是智慧人呢？谁能在神的面前说自己是无所不能呢？谁能在神的面前不受审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到主面前交账，但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他让我们可以借着他再一次来求赦免，求那个让我们心没有办法安息，求主赦免；求那个心思意念不属于上帝，求主赦免；求我们的生命不是由主来带领，求主赦免。每个决定，每个脚印不在基督里面，求主赦免。我们要求主赦免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说，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就在此时此刻，就在今天的晚上，我们只愿意对齐你的心意，我们只愿意，主啊，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你。
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要为自己来到你面前负责。不论我们在人看来是一个有能力的谋士，不论我们在人看来是一个有地位的君王，主啊，你说圣灵来是要我们为罪为义，自己审判自己。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你的儿女。主，谢谢你，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也要求主你的赦免，我们要求主你赦免我们在心思意念上面背离你的心意，我们要求主你赦免，可能我们常常自以为义。主，我们要求主你赦免，我们在别人眼中的刺里面却看不见自己的梁木。主，我们要求主你赦免，我们是如此的有限，但我们却想要贪婪的拥有我们享有的一切。主啊，我们要求主赦免。主啊，我们没有走在你的心意上面。主啊，若这是我，这是我们，这是每一个听到这段祷告的人，主啊，求主来赦免，因为你的心意是要拯救。主啊，你是要赦免。主，你的怜悯是要胜过审判，但主，你用公义来施行你的怜悯。主，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权利，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角色，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智慧，有什么样的才华，有什么样的能力，当然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条件，而是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是因为我们相信你，是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也是我们一切的供应，你是那完全的主，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倾心吐意，盼望你的赦免临到寻求你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啊。什么祷告是神喜悦的祷告会啊？是好多人在一起祷告，但却不同心，神喜悦吗？我们来想想神喜悦的，或是主喜悦的祷告会是怎样？包括线上的弟兄姐妹哦。耶稣说：2、3人若同心哦，同心祷告，他喜悦吗？他喜悦，他垂听。更多人祷告，他喜悦，他垂听，但是要在同心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为了自己在祷告，洁净我们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才能够与神连结，连结完之后，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代祷者哦。所以我们要一起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守望祷告。我们要先知道我们自己的角色，就好像祭司站在上帝跟人的当中，是代表上帝来到人的当中，彰显他的慈爱，是代表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他的怜悯，祈求神的赦免，祈求神的医治，祈求神的供应，祈求神的帮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是，其实很贴切，跟我们最近在读的哦。大卫受到押沙龙的追杀的时候，他所做的，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向上主呼求援助，他从他的圣山应答我。我躺下睡觉，我睡醒起来，上主都保护我。纵使有千万敌人围困我，我也不怕。感谢主哦，神的同在使你即使是面对这些的困境、很大的挑战，你也不怕。为什么？因为全能的主与你同在，所以你可以平静安稳。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能够领受神的信心，还有最重要是饶恕哦。很多病是因为不饶恕，所以造成这些身体的疾病。但是一旦我们弟兄姐妹愿意饶恕的时候，会发觉这一些的病好像被神挪去哦。领受上帝的医治的大能，是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卸下自己的重担，然后能够愿意放下自己的苦毒，我们能够互相扶持，彼此建造，我们能够得到上帝丰盛的供应，是因为你能够知道你自己的需要，而且你能够交托你所需要给那一位。我们特别也为了世上亲人能够得安慰，在这一个陪伴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我们恳求神，特别是医治，可以让他们跟他们的亲人 say goodbye， 就说再见，可以在天上再相见。特别是那个很亲密的这夫妇也好，或是亲子之间哦，不容易。但是神可以帮助我们，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把它交给你，愿你至于在我们亲人当中掌权在这个他的灵魂当中掌权哦。我们也恳求神来帮助赐福特别是过来最近有慢慢陆续有这一些的姐妹哦，她们要生产哦，她们得到上帝的产业，这些夫妇能够领受上帝给的产业，我们奉主名来祝福哦，让他们所领受的产业是能够健康、很平安的，身心灵都是很整全的。我们恳求神来帮助，能够释放我们的弟兄姐妹身心灵完全的自由，灵里的自由能够带来外在的自由，外在的医治哦。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进入到灵里面的祷告，为他们来祝福。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谢谢耶稣，主啊，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主啊，你的灵在哪里，那个医治在哪里？你的灵在哪里，你的安慰就在哪里；你的灵在哪里，那个供应就在那里。因为天父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赏赐给敬畏你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凡依靠你、敬畏你的人是有福的，无论大小，敬畏你的都是有福的。主啊，信心依靠你的都是有福的。主啊，受洗归入主你的名的都是有福的。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遇见你，经历你的丰盛，也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完全的交托，来到你的面前倾心吐意，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能力、爱心、信心，被神来使用，我们就会看见那大的改变、医治、赐福、引导、供应就在他们生命当中。谢谢主。主啊，我们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主耶稣，求你让我们定睛在父的身上。主耶稣，再一次夺回我们的眼光。主耶稣，再一次帮助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主啊，我们常常是看到我们的软弱，主，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我们的忧虑，主啊，我们常常关注的是明天的缺乏，主啊，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我们的寂寞，主啊，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主啊，那个没有办法恢复的破裂的关系，主啊，但是我们没有向山举目，主啊，我们甚至忘记我们是按照你形象而造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主啊，就在祷告会当中，你再一次带我们回至圣所，
主啊，我们要来瞻仰你的荣美。耶稣，谢谢你，因为你献上自己，让至圣所的幔子已经裂为两半，好叫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当中。主啊，这是何等的福分！主啊，因为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瞻仰父的荣美。在宝座上的父，我们只能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啊，我们与沙拉佛，主啊，与四活物，与众使者，主啊，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受造的秩序再一次被调整。主啊，当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的时候，主啊，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造的。主啊，我们是多么的宝贵！主啊，你是要来恢复我们，恢复到受造的秩序当中，恢复到那个属天的丰富当中。主啊，恢复我们的软弱，恢复我们的疾病。主啊，恢复我们的缺乏，都在你荣耀的丰富里面。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再一次要来承认，主啊，我们受造是奇妙可畏。主啊，我们再一次要来承认，主啊，你向我们的意念何其多！主啊，我们再一次要来说，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每一天都已经记录在你的册子上面。主啊，我们就因此来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美好的计划。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天在你的恩典当中，主啊，欢喜快乐。主啊，好叫我们每一天回首前一天的时候，主啊，我们都要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你是以便以谢的神。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祈求 Amen。以便以谢的神是什么意思吗？知道？耶和华上帝到如今都在帮助我们，到如今都是我们的帮助哈。所以感谢神啊，他到如今都在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的国家。即使是面对强权，我们也不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来。上主啊，你来吧，我的上帝啊，救我吧！你击烂我所有仇敌的面颊，敲掉了作恶之人的牙齿。胜利从上主那里来，愿他赐福给他的子民哦。神看顾一切，你觉得神用什么方式来对付这些仇敌？他可能用冰雹，他可能用天灾，他可能用人想不到的，可能是经济，可能是其他的，我们不晓得。但是神知道，神知道啊！当我们面对这些强权的时候，这些百姓如果知道如何起来求神帮助，求神来护卫着我们，神会用。好像过去我们看以色列百姓跟仇敌有这样的对战的时候，他们不用去用自己的方法，而是看冰雹好像导弹一样，各个击都是打在谁？打在这些的敌人，很奇妙，都不会打到以色列人哦。这是神的这样的奇妙的作为哦。那我们不晓得。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困境的时候，特别是跟对岸，神怎么样让人用飞弹，用这些的，可能最近我们又买了新的武器，用什么布雷啊，对不对？那个都不是方法了，只有神能够护卫我们，才能够有平安。我们可能求神来帮助我们的人民如果能够同心我们看到每一次遇到这个选举都是谩骂，都是这样分裂撕裂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每一次都是要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我们恳求神来怜悯，让嘴说出来是一个和好的，是一个良善的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胞能够苏醒过来，能够回转归向神那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台风洪台一直一个接一个的生成，但是我们看到神真的很恩待即使是
进来哦，其实是造成一些的这一些的灾害哦。我们看到神都是有怜悯有恩典。如果你看最近国外哦，最近希腊哦，哇，真的是很惨哦，很惨。我们恳求神来怜悯，特别是最近又有一个台风要生成，但是对我们没有影响。我们恳求神来怜悯，让最近这个海葵所带来的这些的灾后的复原特别是我们看到东部看到南部昨天我们也看到这一两天彰化那边都是淹水哦。我们恳求神来怜悯哦，特别是在整个剧烈的天气的变化整个物价的飙涨连蛋也又涨了哦。然后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特别是这些暴力、性骚等等议题，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我们的国家怜悯我们的百姓。最重要，如果大家同心合意回转归向神，这个国家就有救，这个国家就有盼望。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我们恳求神来施恩，恳求神来掌权。当我们举起你的这个祷告的手，我们就看到神他在台湾在掌权他在台湾施怜悯，他在台湾能够使人回转归向他，他在台湾能够拯救更多的灵魂，透过他的教会。愿主你怜悯台湾这个国家，主这个宝岛，主我们的总统出访，主要建立这个友邦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对岸每一个这个友邦都不断的挖墙脚破坏。主，我们知道盗贼来无非是杀，要偷，要毁坏。主，你来就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的总统，特别是在邦交国，在那一边有这样的一个好的访问的关系。不让这些恶者能够胜过。愿你来帮助我们，特别是面对风灾，面对这一些的天然灾害的时候，主怜悯我们的百姓在那种水深火热当中，求你自己来帮助他们很快的复原，很快的重建，很快的能够得着原本的这样的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主，我们恳求神，你施恩赐福。谢谢主，谢谢主。主，你是台湾的主，主，你是我们国家的主，主，我们要宣告，你也是蔡英文总统的主。主你把权柄交给他。过来，我们看新的总统怎么样选出来，都是因为你所赐的权柄。主不是人能够怎样能够操控，而是神，如果你要将这个权柄交给谁，那个人就能够担负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奉你名来祝福，让台湾的百姓能够回转归向你，离开这一些的偶像，离开这一些的苦难。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胞能够认识你，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是华人民族最早在敬畏的那一个天，那一个上帝。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我们面对整个风灾所带来的灾害的复原跟重建，奉你名来祝福，让那些失去的，让那些在现在正在重建的，在复原的过程当中，神你给他们有足够的恩典，足够的资源。主，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黑暗权势的搅扰，我们面对的是强大强权的对岸的这样的一个权势。主但是如果你不允许，如果你不准，没有人能够动我们。主，我们奉你名，特别是让我们总统能够带领我们的文武百官一起来敬畏你。主让新的总统也能够敬畏你。主让文武百官能够称颂主的圣名。谢谢主，每一次我们看到国家祈祷早餐会，不只是那个祷告会，而是每一次他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平日他们都能够来寻求你。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我们为着台湾来守望祷告，我们才能够安居乐业，平静无事。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最后我们要来为教会来祷告我们恳求神来伸出
教会是上帝透过他的拣选，在地面上能够代表他，能够成为他的大使。今天我们什么是教会？就是你跟我，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是成为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而是一群奉主名聚集的这些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经历，一起来宣告，一起来赢得这世上这个世上的灵魂哦，这是主耶稣的心意，所以他把大使命交给我们，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教导你们都怎样教训他们我教训他们，就是教训他们遵守神就应许说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有同一的目标、同一的心志，教会才能复兴。魔鬼撒旦来是要偷、要毁坏、要杀害，但是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看到人的作为所做的是毁坏神的事工，或者是神的心意，或者是能够成就神的心意我喜欢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不断的在提醒教会，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读来。究竟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坚强起来？他的爱有没有鼓励了你们？你们和圣灵有没有团契？你们彼此间有没有亲爱同情的心？如果有，我要求你们要有共同的目标，同样的爱心，相同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好让我充满喜乐。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贪图虚名，要彼此谦让，看别人比自己高明。感谢主这一段的经文都是在提醒我们不要骄傲，彼此谦让，彼此谦卑，我们才能够看见神在这边，在我们当中来掌权神一切的更新都是因为你我的同心，神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你我的同心，所以我们同心来寻求上主的心意，就好像最后那首诗歌一样我们看到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看到将你的重担负担交托在神，把神的心意成为你的心意以父的心意为念。我们礼拜的更新是要做什么？不是形式，而是最重要是我们更认识这位神喜爱什么。每一次的敬拜是不是得着他的喜爱？每一次的话语的传播是不是让人能够更亲近神？每一次的祷告是不是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我得医治了？今天我去台北办一些事情然后看中医其实肠胃不是很舒服我边开车边祷告，我说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最近的停车位？你知道我的需要。当我转过士林天主堂的时候，你知道，感谢神，那一个位置是空的，然后走了大概不到10步就到了那个诊所。我说哈利路亚，感谢神你听我的祷告，因为你是知道我们的需要的神就那么简单，一个简单的祷告，我就说，哎呀，主啊，你知道我现在不舒服，要赶快看医生。如果又找不到车位要走很久，对不对？就那里，就在天主堂的对面而已，就在诊所的大概隔了2个店面感谢神神如果我们知道同心合意，能够一起去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透过这些事工，其实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要将诸般的智慧，用诸般的智慧，就是各样的方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吗？
为了就是要同得福音的好处。如果我们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但是没有给他福音，求神来怜悯哦。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得着福音，我们才不会愧对神的托付哦。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努力的经营，恳求神来怜悯，让人知道认识耶稣。昨天的志工的这个参访哦，我就看到，我就听到，我就敏锐到我们的同工，就是在跟这些的慕道的朋友、志工没有信主的，我听到，你妈妈信主了，他自己有分享，我不知道他怎么也信主了。所以我们的同工就开始在跟他聊，建立关系。我这就是很棒，不是只有牧师传哦。我们恳求神来帮助弟兄姐妹，不要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心之外，也不要失去了起初神托付给我们的传福音的热忱。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最后为了教会来祷告。谁是教会？跟你的旁边说，就是你啦，就是你啦。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啦，一起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啦。不是人说了算，而是神你说了算哦。我们恳求神来施恩，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奉你名一同来敬拜，聚集，一同来经历到神你的恩典，一同来宣告神你在教会掌权。主啊，我们看到撒旦来无非是要偷、要毁坏、要杀害。主，你来就是要叫教会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一个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掌权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说你在我们的教会掌权。主啊，无论是怎样的状况，你都在掌权。主啊，若不是你允许，就没有人能够动得了，没有人能够改变。主啊，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借着我们的教会所做的，能够荣耀神你的名；借着教会所做的，使人能够得益处，同得福音的好处。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信实公义的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爱迦南教会。主啊，你叫我们要彼此相爱，好借着我们彼此相爱，叫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谢谢你原谅我们一切的过犯。当我们祷告越多，当我们圣经的知识越多，当我们服事越多，主啊，我们却是常常失去那起初爱你的心。主啊，我们常常像那个马大一样，在为所有的事情在烦恼，在忧虑，在奔跑，却没有像玛利亚一样有一颗单纯爱你的心。父啊，求你恢复迦南教会每一个用心灵和真理来拜你的弟兄姊妹。主啊，求你恢复我们起初爱你的那个心，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想起我们当初是怎么样蒙你的宝宝，蒙你的拯救，让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眼前蒙恩的儿女。主啊，求你恢复我们的心，求你恢复我们爱弟兄、爱家人、爱教会每一个信仰群体的那个心。主啊，我们有争吵，我们有看人的缺点，凡事要以自己的心意为主的。父啊，我恳求你将我们这些不合你心意的，用圣灵与火帮我们烧尽，存留我们单单像一个孩子一样来接近你，让我们认出我们是彼此相爱的，不再攻击，不再谩骂，不再以自己为对，而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父啊，
我恳求你，当你建造我们的生命是在主耶稣基督这磐石上，主啊，我们是你所眼中看的活石。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你生命中看我们至为宝贵的活石。求你帮助我们迦南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勇敢的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在我们的邻舍，借着教会所办的这些活动，让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看见我们服侍人不是要得着人数众多，而是单单那个爱弟兄、爱邻舍，像撒玛利亚那个爱人的心。因为知道主你爱我们，主求你让我们再想起以下圣经的话语，也是弟兄姊妹知道的。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主，你说爱是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失礼的事，不求我们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因为主耶稣基督天父你的爱是永不止息。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的名，主耶稣基督，你所以得着我们的，也让我们能够有恢复我们起初爱你的心。因为在你的爱里没有惧怕。主啊，我们用你的爱去战胜仇敌，战胜我们自己心里的软弱，战胜我们的过犯，也战胜那仇敌所为我们设下坚固的堡垒。主，求你带我们胜过这个堡垒，攻破敌人为我们所设的网罗。我们赞美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 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宣告：耶和华是我们的主，是使我们能够抬起头的主。哎。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你不知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你全然得胜。一起来宣告：耶和华是我是唯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开启斗的神。弟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帮助。一起大声的拍手来。帮助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你不知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旌旗，你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是唯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弟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是唯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弟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是我的帮助。拍手将荣耀归我们帮助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要拍就拍大声一点。哈利路亚！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主你是我们的神。谢谢主，谢谢主，将我们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将你的平安，将你的赐福，将你的医治，将你的供应，将你所要给敬畏你的子民所有的好处都赐下来吧。谢谢主，赐下你的安慰，赐下你的带领，特别重要就是赐下你的同在，因为你的同在是带来最大的祝福。谢谢主，感谢主，今天晚上的敬拜、赞美、祷告、祈求，愿你悦纳，愿你垂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Amen。彼此来祝说，神听你的祷告，应许你的祷告。